3、2、1，各位自己人，我係梁兆輝，一年復始，萬象更新。咁代表自己人嘅同仁咧，包括我、Brian、Eric、Tanner， 係舉手嘅要，係 hello。咁咧，恭賀大家就係2008年咧，各位自己人咧就係機不可失啦，但係千祈唔好話機不擇食啦嚇，即係最緊要安全啊，所有嘢嚇。希望大家機同飯享啦，機不可失講完啦嗬。咁總之即係希望大家即係仲要環保啦，做個有機嘅環保人啦，咁樣好唔好？咁啊祝大家總之機同飯享啦，係講完你簡單4個字，日理萬機。係簡單啲長做長有。係啦，咁啊今日咧我哋仲有2位嘉賓嘅，咁就係咧相當之機 friendly 嘅，機 friendly 嘅，就係減人啦，陳浩峰啦，講兩句。係我知道，恭祝大家自己人咧2008年揾到自己想要嘅嘢啦，未諗到自己想要咩嘅咧，就揾到自己想要咩㗎啦嚇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啦，我哋嘅真正主角喺度啦，蜘蛛精，蜘蛛王。我中男嘅，越嚟越介紹我哋先啦。我真係要介紹㗎，我 Coco 啊，唔係大家要誤會你係擺 drag 咗，你明唔明啊？你都咁高咧。咁當然高啦，所以一定要介紹，你要澄清。好，我哋祝大家，我祝男嘅越嚟越 cam， 女嘅越嚟越 man， 祝大家新年發財！哇！呢個世界就會變做一個 unisex 嘅世界啦，同大家拜埋早年，大家一齊 drag。我哋聽埋，係啊！我哋歡迎我哋嘅琴手啊，就係 Edgar。禽獸 Edgar 係攣㗎定係直㗎？冇所謂啦，都係自己人啦，係嘛 ？OK， 嚟，陳浩峰可以準備一下。呢個係點唱項目嚟嘅。係陣間我哋點唱咗嘅呢個項目。Coco 咧，即係中意嘅話，可以埋位咧去伴一伴舞啊，做一做嫁娘。中意人 friend 嗰啲朋友得唔得？啊，嚟啊嚟！中意嗰啲男朋友啊？係啊。都係冇啦。OK， 我哋將時間交俾陳浩峰。愛上了你的男朋友，也愛上了你的成宇宙。我愛上了你的玩具狗，也愛上了你的家居與車與樓。我懶去理我的男朋友，也懶去理我的成宇宙。我計算過對你下毒手，計算過與你調轉身份，我怎麼天生不愛自己？我怎麼天生不愛別人？我怎麼天生不愛缺陷？我怎麼天生只愛完美？我怎麼天生充滿藉口？我怎麼天生喜愛妒忌？我怎麼喜歡推卸責任？我怎可得到一次完美？好嘢啊！哇，真係個點唱項目好驚。我用3個字嚟形容呢一首歌啦，就係基道震啦。個歌名都已經係基道震啦。